我。别过天涯西风落，日落风沙。我天涯西风落，日落风沙。走吧，来吃口饭，来，便宜点，杀下去。好，服务员。哎，刘老师，今天又在这门招我生意啊？你看老规矩，这里这么多人啊，有一个算一个，每人一碗面，多面不要肉。廖老师，就面条啊？你刚做完剧烈运动，多吃点热汤，身体好，吃大鱼大肉，省力。廖老师，我们都赢了比赛了，你说这些？是啊，你也太抠了吧！就是廖老师，你是初回写的。哎，没问题。老板，把你们这儿最好的菜都给我上上来。再来10瓶可乐。喝什么可乐呀？啤酒。盖儿呢？哎，干嘛？再来一瓶嘛，有奖的嘛。喝酒啊！来。